我而家目前係90星，呢度玩咗好耐，有足足1年嘅遊戲。攞附近打炮就可以輕輕鬆鬆攞低，但注意走位程度。呢度一大堆嗰啲散彈槍人，冇一個真正嘅步槍。開一個盾牌嗰啲爆炸物傷唔到我，即買咗個保險。盾牌兵冇啊，對住正前方。5發子彈對齊，唔得嘅撤退。冇理由咁多，啲兵力會增加。一定要到達紅色火焰。1分鐘輕鬆，然後踩過穿過護甲，然後用呢個我嘅機甲打對面嘅機械人，因為我唔怕血，佢嘅血。唔好打咁低血啊！傳統自爆式機械人。我一關。哇！校總呢下球場冇幾千蚊㗎啦。嚟到呢度，跟住又買返啲錢先，係咁多，拜拜。